拍片嗰日係6月11號，星期三。今年多倫多天氣好凍，啲花開咗一半，等緊大家嚟欣賞啊！我哋由萬錦市開咗45分鐘就嚟到呢兩個地方。呢兩個戶外公園全部都係免費入場。如果要入柏活嘅博物館，就要另外收費。大家夏天可以出去行下，吸收下新鮮嘅空氣，曬下太陽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